神尊可是又在思念月明女君了。神尊莫要自责，当年之事……别说了，本尊犯下的罪孽，余生都无法偿还。思念月明，我不配。本尊只是觉得今晚的月色很美，不喝2杯，可惜了。对了，神尊，您前些日子派出去的探子有消息了，他们在瞭望山一带看见了一个和小殿下极为相似的女眷，只凭神尊的画像很难十分笃定。可有探清那女君的底细？听闻是青池宫的人。瞭望山是白绝的地盘，青池宫是古君的地盘，有意思。小殿下洪福齐天，即便以身应劫，也能逢凶化吉。兴许过些日子就有他的消息了呢。子涵，这6万年辛苦你了。往日让你寻找上古，不过是本尊的执念罢了。毕竟上古乃是主神，就算是消散，也不会这么无声无息，无迹可寻。是，只要神尊心存信念，小殿下一定会回到您身边的。啊，神尊，我是真心的，真心觉得小殿下还活着。好了，你说的不错。神尊此话何意？可是感应到了小殿下？不曾，只是本尊今日也瞧见一个女君与上古神似。不仅如此，她旁边还跟了一个仙君，与白绝神似。而现在，他们也正在要紧。当真？与你所说的消息不谋而合。晚上日时稍弱，上古，我们会再见面。